文伫圣经后面，启应文第1篇。以色列人，恁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人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恁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把伫手内做记号，着写伫门的厝的门厅。只是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阮的拯救者，阮要学落你。你是大权能的上帝，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天上帝你，地也上帝你。你创造了宇宙甲其中的万物，阮有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唱歌学落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你互阮会听是无条件。你疼阮每一个人，亲爱的天父，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奇妙！每当阮拄着艰难的事，你就想出勇气，互阮面对艰难。当阮要放弃希望的时，你总是牵着阮的手，直到艰难变成是好。亲爱的天父，阮因为对你的认识无够硬，因为阮的信心无够硬。所以常常我都放心家己交托，会当交托互你。常常想要靠家己面对重担，求你互阮搁较明白，所有的试炼拢是出自你的疼。困难时就谦卑求你怜悯，谦卑求你带领，靠信心安静等待你的回应。主啊，天父，恳求你感动阮，互阮愿意用搁较侪心神来服侍你，甲服侍看做是要紧。帮助阮遵照你的教导，愈来愈有你的宽恕，疼家己也疼别人。求你坚定阮的信心，互阮每日用谦卑倚靠你，互阮甘心乐意跟对你，甲你同行伫充满喜乐甲平安的路程。求你开阮的耳孔，互阮若听见你的话，也伫生活中行出你的真理，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恳求你赏赐阮有敬畏你的心，常时也有服侍人的心。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彼此尊重，彼此服侍。安尼，阮的教会就成做一个有疼的教会。阮才有气力去疼搁较侪人，用疼，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甲你建立关系。因为人的罪，致使全世界灾难不断发生。全世界疫情忧患相当严重，虽讲全世界亲像失去控制，但是这个世界是主你所掌权，阮着毋免惊吓。我望伫灾难当中，借着你互阮的信心，通成做别人的帮衬。求你的圣灵临到阮的会中，帮助阮领受你的话，将这个礼拜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这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并讲。为你。
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到17节。旧约圣经在译汉语论38页。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到17节。摩西对耶和华讲：“主啊，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下了后，也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耶和华对伊讲：“创造人的喙是一嘴啊，互人下到臭耳人，目睭金青面的。”呀，遐毋是我耶和华吗？那你去啊！我要想述你口才，敢是你所应该讲的。伊讲：主啊，你合意找是谁就找伊去。耶和华对摩西发出授意讲：你毋是有一个兄利人阿伦吗？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搁伊当出来行指你，伊一看见你，心内就欢喜。你就对伊讲，并所应该讲的话传互伊。我也要想述你甲伊有口才，搁要教示你所应该行的事。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伊要对你准做喙。伊也要对伊准做上帝，伊的手就拿即个拐仔，并伊来行神迹。请大牧师感到下目是上帝赐开啦。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20世纪刚开始时，伫英国的威尔士地区有一个信约的福音，伫1年的时间内面有10万的人得救，并且因的信约嘛毋是清清彩彩。因的信仰互因伫因的生活甲道德方面，拢产生极大的改变。亲像真济会石霸关门，有的欠人钱的嘛紧紧将钱还互人，偷摕物件的贼仔嘛将物件还互主人。社会治安变好，所以法官甲律师拢无代志做，就做事办世界去现实。各位议员嘛无搁伫遐追求一寡无聊的政治议题。将时间省落来去参加祈祷会，工人嘛无讲变大，生产的数量比以前加几啊倍，等等遮个代志。伫当时，遮个英国信徒上爱念的，充满伫威尔士大家小路的，就是这首诗歌，就是咱的圣诗593首，拄着世人知的为你真艰苦，咱是来唱第1节，来。拄着一个为你真艰苦，伊到底只是我心花无路，你所伫的阮事甲行出来去，阮若满心感谢上帝大主你，主的阮事你叫算着笑，主。真侪人都袂记哩上帝问题，所以伊伫1897年伊写一首的歌词，提醒信徒着爱算主的问题有偌大。这作品会叫艾克赛，伊伫少年时是一个偷水的迄个做偷水的人，伊定定一边做工一边来吟诗唱歌，了后伊去学音乐，就加入迄个牧地牧师的布道团。所以，这两个人所做的这首诗歌，诚侪毋若是迄当时的人上爱念的一首诗歌，嘛诚侪咱现代人真爱念的一首诗歌。就亲像这首诗歌的歌词所提醒，
无论咱拄着甚物款的任务，咱敢袂晓去算小上帝的恩典呢？但是我想咱非常需要当彼此来提醒，因为按照咱的人性，在会已经互你由头到面，哪有可能去受着什么恩典？但是咱若互相提醒，咱若会晓去算的时，有可能感情的逆境也无过去。但是当咱去算、去笑的时，就会当互咱生出迄个困难。而咱知影过去上帝安怎去带领我，咱嘛相信伫未来上帝嘛一定共款会安尼去带领我。所以我咧看今仔日即段圣经节的时，我就咧想，若迄当时有人提醒即个摩西讲，摩西，你这幸运的呢？原本法老命令以色列的10个囡仔生落来就爱死，若毋是遐敬畏上帝的产婆，你哪有可能会当活落来的？若人提醒摩西讲，摩西啊，你伫囡仔时躲伫迄个草的时仔内面，若无上帝保守，一定是互迄尼罗河的空气来加去，哪有可能互公主捡去，搁做埃及的王子咧？我想人当时有人提醒摩西，无一定就会当互伊伫70几岁时。旷野无样的时，会当产生搁较侪信心，会当去面对上帝的呼召。因为其实咱嘛是像摩西，有当时咱无法度回应上帝的呼召，是因为咱不断咧看咱家己的限制，咱就看感觉咱家己无可靠，但是咱较袂记哩上帝会照着咱一点点来服侍伊。伫前一章第3章，上帝互摩西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刺皮互火烧，但是无刀片的安尼一个现象。我甲伊讲，摩西啊，恁一定会出埃及，因为将来恁会伫即粒山来敬拜我。所以上帝已经甲摩西讲，出埃及是一个事实，并且恁一定会当平安来离开埃及。我上帝佫甲摩西介绍家己的名，伊到底是啥？上帝做遐尼济，就是要互摩西看见上帝会做大事，所以伊免烦恼。但是今仔日第一段经文内面，咱看见，一直甲上帝面对面，看见异象的摩西，也无法度来回应上帝，因为伊看了是伊家己。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讲，看因无要信我，也无要听我的话，因为因要讲上主袂捌对你出现。咱来回想第3章，摩西安怎讲？摩西讲我是甚物人？到现在讲因毋信我，因无要听我的话，才互咱看到摩西所看见的，敢是上帝？毋是，摩西看见的是我，是伊即个人表现。当然，伊即个我，伊即个人无啥好。伫人的眼光看起来，伊不但是一个杀人的通缉犯，佫流亡伫外面。安尼人哪有可能会当去做上帝的大代志咧？但是上帝无生气，伊互摩西看见啥？伊互摩西看见伊家己有啥？上帝甲摩西讲：你手里的是甚物？其实摩西手提迄支毋是什物神奇的物件，是伊普通牧羊的时所用的拐仔。上帝讲：你将拐仔迄伫涂骹，摩西迄伫涂骹，竟然变一尾蛇。这蛇的原文毋是普通的蛇，是有毒的蛇。所以摩西一看，惊着紧走开。但是上帝讲，你去掠蛇的尾溜。所以摩西非常小心去掠蛇的尾溜。伊伸手一掠，竟然佫变做原来的拐仔。第二个真正是，上帝按摩西将伊手下伫胸前，然后抽起来一看，手已经开高。我将手下伫胸前，我抽起来一看，已经好啊。这两个真正看起来已经是非常神奇，但是上帝佫加送一项，这两个真正因若拢无信你，嘛无听你的话，你着对河里来舀水，倒伫礁地，你对水里所舀去的水，要伫礁地变做火。上帝甲摩西指示讲，这两项因若拢毋信，好，你对尼罗河的水舀一寡起来，然后破伫土骹，这水就变做火。而且三个这个时间内面的蛇、海沟，也是尼罗河的水变做火，有上帝特别的意思。蛇甲尼罗河伫
罚你才会得到太多。人咧依伫你，嘛只有神明才会办到。所以上帝用这三物件来用摩西，用这个以色列人来证明，上帝可以来赢过埃及所有的神，并且上帝要对埃及人的神提出一个挑战，就是讲我会通做出你做袂到的代志。咱看见这三个神迹，拢是用摩西手头有的物件行出来的安尼一个神迹。为什么上帝要用摩西有的物件来行出这神迹呢？目的就是为着要坚固摩西伊的信心。虽然摩西伊家己看家己什么拢无，甚至是非常负面去看家己，但是上帝爱伊知，只要我靠上帝，上帝嘛会使用你有的一点点仔来产生极大的功效。因为行历史的是上帝，不是摩西。所以这段神迹的经文，毋是伫咱看见这段经文讲，哇，那领神奇，上帝也行，互摩西行遐尼大的神迹，毋是安尼看过就过。这段经文嘛，伫提醒咱，咱搁安怎熬，咱嘛无法度熬过上帝。但是上帝竟然拣咱甲伊同工，就上帝其实伊毋免拣摩西，上帝会当差派天军天使来毁灭埃及，带以色列人百姓来出来。但是上帝竟然用遐尼多的精神来装备摩西，用遐尼多时间来逼迫摩西，来说服摩西，就亲像上帝过去嘛使用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能力来竞选咱，来操练咱，来装备咱。因为上帝拣咱甲伊同工，上帝盼望，互咱甲伊同工的机会中间，会当看见伊阳光显现的安尼的机会。但是有当时咱太过注意去看家己的无，就失去互上帝使用的机会，嘛失去看见上帝阳光的机会。我想咱中间一定有真侪人听过安尼的故事，我嘛常常伫学校上信仰教育时讲安尼的故事，互学生听。就是咱的姊妹美莲姊妹、美莲博士，有一届伊受邀请到一间学校伫遐演讲。伫会后，这学生伫发问的时，竟然有一个学生问讲：“请问你安怎看待你家己？”这个问题，互在场的人拢非常紧张，因为惊美莲博士伊会伤心，也是会生气。但是伊竟然无生气，反倒伊去面对安尼的问题。伊真正捌用笔伫黑板写讲：“我安怎看我家己？”然后回头看伊的观众。然后佫继续写：第一，我真古水；第二，我的脚真长真水；第三，爸爸妈妈遐尔爱我；第四，上帝遐尔疼我；第五，我会晓画图，会晓写稿；第六，我有真古水的猫仔；第七，佫有写到遮全场一片的安静。所以美莲博士继续写：我敢若看我所有的。我无去看我无的，是啊，兄弟姊妹，咱看见上帝安怎使用伊的博士，伊有的物件，伊画图，咱看见伊的图是非常的缤纷色彩。咱看伊创作的文字，亲像有一首诗歌，就是讲，如果我能唱，如果我会晓唱，我会晓唱歌的时，这首诗歌嘛非常激励人的心。咱会当倒去Google一首诗歌，非常激励人的心，非常鼓舞人的心。虽然毋通因为咱敢若一点点仔，咱就感觉歹势，无要互使。因为咱毋是咧相信家己，咱是爱相信上帝。咱相信上帝使用咱所有的同学来行出奇妙的事。就亲像伫旧约中，咱看见上帝互以利亚伊伫遐先知迄个时代，有一个寡妇，伊敢若剩一点仔油甲面粉。即个寡妇原本伊暗算讲，伊用这油甲面粉做一个饼，互伊甲伊后生食了后，因就伫遐等死啊。伊原本是安尼计划，但是先知伊伫遐找到伊的厝，伊伫遐甲伊讲，你甲我做一个饼来互我食。迄若是咱，敢有可能？无啊，哪有可能？我若剩一点仔油，一点仔饼，我若做互你食，我甲我
然后咱分布一段经文，互咱看见啥？这个寡妇甲伊个后生不但无了事，并且伊厝内米粉甲油拢无欠缺，直到旱灾结束的迄一天。所以咱看见上帝在使用咱的祷告，咱的姊妹，你甲愿意献上你的祷告，来互上帝使用，来互上帝正大事的。但是咱看到经历上帝所讲，遐尼大，会当互摩西行300个新夜了后，互伊会当有机会，而且以色列人证明上帝甲伊同在，上帝咧照着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安尼计划时，摩西伊完全内心。伊甲上帝讲啥？上帝啊，我平时毋是通讲话的人呢。对你甲你的老婆讲话了后嘛是安尼，我也是袂晓讲话，我是喙齿笨的人。对遮看出，虽然看到伊会当行300个新夜，照着上帝手所的规律，但是伊嘛是共款看伊家己是一个憨慢，无法度做，无法度去回应上帝呼召的人。伊感觉。上帝，你虽然看我显现，甲我讲遐尼济，但是永远无法度改变遮一切啦。因为我就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我哪有可能去说服以色列人咧？咱毋免怪摩西的小信，因为你面对关于性命呼召时，要做选择，真正是无简单。伫前一章我也讲过，上帝呼召人，毋是呼召咱去享福的，反正是呼召咱去。经历一种可能互咱感觉真重担，甚至是艰难的安尼一个开始。亲像伫旧约中间有几号位先知，因为面对呼召时，嘛是非常的犹豫，甚至是拒绝。咱看咱所真实的约拿，伊了后会去做先知，是不得不互上帝掠倒去做先知的呢。伊才会去尼尼微城伫遐传上帝悔改信息，伊原本无要去的。咱看先知耶利米，伊伫老母的腹肚内面就互上帝拣选，但是伫伊长大了后，伊安怎甲上帝讲？啊，上帝啊，你看我袂晓讲，因我是囡仔。其实上帝呼召伊的时，伊已经毋是囡仔，但是伊感觉责任太重，所以伊用伊的年轻来做一个理由来提示上帝。但是咱看上帝呼召人，敢毋是看即个人的资格？毋是，因为做工的是啥？是上帝，毋是即个人。所以上帝毋是看一个人的年龄、资历、背景。像阿伯拉罕，互上帝呼召离开故乡的是几岁？75岁。先知撒母耳是囡仔的时，就互上帝甲伊讲话，互上帝呼召。摩西互上帝呼召的时，已经是80岁。可见咱认为真重要，会当称做理由去拒绝上帝的这个物件，伫上帝眼中看起来，其实根本就无算做是啥物。所以讲到这，上帝有淡薄仔生气啊呢。上帝讲，创造人的罪的是你罪啊，互人下到草泥，人目睭紧痴眠是一罪啊，这毋是我吗？打你去啊！我要收拾你口才，假是你所应该讲的。上帝用伊是创造主的角色来回应摩西，并且指着摩西竟然将伊拒绝的理由，伊袂晓讲话，他将这个责任送互上帝，讲上帝你的创造，你创造的这个人有缺陷同款。但是上帝虽然生气，但是伊嘛认定摩西的软弱。伊讲着讲，到时阵伊会来指示摩西，讲出伊所应该讲的话。但是无想到摩西第5天来拒绝上帝，主啊，你合意找一罪就找伊去吧。这个意思就是讲，除了我以外，上帝你要找啥，你就找啥；除了我以外，所以上帝真正生气啊！上帝讲，敢你阿兄利未人阿伦吗？我知影伊是会晓讲话人，你就对伊讲，因所应该讲的传互伊，我嘛要守事你甲伊有口才，搁假是你所应该行的事。上帝甲摩西保证，无论伊提出审判的借口理由，上帝拢有办法来替伊解决。所以去啦，你无阁有理由啊，无阁有借口来拒绝啊。真趣味的是，摩西拒绝上帝理由，伫现代嘛定定会听见。对邀请兄弟姊妹参与学习时，会
真牛呢。嘛有个人讲，哈，你去做某迄个人，伊无去上班，应该有时间啦。可能摩西甲咱同款，拢有遮个软弱。但是这段经文嘛教示咱，当上帝呼叫咱，咱若愿意，伊就会替咱解决咱所有的问题。这我想起基甸的故事。伫士师的时代，上帝呼召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一开始，基甸负责的理由是啥？爸啊，我要用生命来拯救以色列人。看我的家，是马拿西中间第一送中的，伫我后爸的家，我是第一细汉的。伊的问题是啥？无钱，无人脉，安怎叫？嘛叫无人带出去来战争，来对遮对敌。无毋对，这是伊的现状，就是无钱无人嘛，无人要插伊嘛。但是呼召伊的上帝安怎讲？我咧甲你记得，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共款。但是即摆咱知米甸有偌济人嘛？当基甸回应上帝呼召时，上帝叫伊敢若带300个人去拍败米甸的军队135000人。所以咱讲伊上帝数学甲咱的数学实在是无共款。咱人拢是看咱有偌济，咱会晓什么来决定咱是毋是有路用。但是只有上帝伊使用咱一点仔，甚至咱的无来成就伊基督的大事。所以咱信耶稣的人，毋免活伫世间的价值观来证明咱家己。咱要依靠是上帝敢有甲我同在。当上帝甲我同在，伊就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并且守护我到命的对待。莫过伫这段经文，伫第4章有一个真歹解的一段经文，就是24、29、26节。当摩西决定伊要回应上帝的呼召，伊就甲伊的牛人3时，带全体转去故乡，就是转去伊埃及的厝里。伫路里，伊拄着另一项代志。伫经文讲，摩西伫路里伫客店，上帝拄着伊，要互伊死。这波拉就摕一块大石，挂伊的囝养父的皮，贴伫伊的骹前，讲：你是我配的丈夫。上主就放伊煞，互伊人讲你是配的丈夫，因为到底的缘故。真奇怪，上帝为虾米拣选摩西，现在搁要杀死伊咧？有个人讲这段经文有可能是因为摩西生落来时伊无受绑带，所以上帝要杀伊。但是安尼解说较无可能，因摩西的爸母是利未人，利未人对上帝律法上了解、上遵守，因知影以色列人是用绑带甲上帝立约，所以因无可能无替摩西来行绑带，并且当摩西倒伫迄个草仔边的树仔内面，是迄个公主的女婢捡着摩西的时，伊一看就知影这是希伯来人的囡仔，所以证明摩西伫细汉生落来的8日就按照律法有行绑带，所以摩西本身受绑带，而且上帝哪有可能因为呼召摩西了后，佫用这个理由要来杀死伊咧？所以佫较有可能的是。因为摩西自细汉入王宫，受埃及的教育，所以到底意义对伊来讲毋是遐尔清楚。虽然伊牛人是米甸的祭司，但是因对上帝的信仰有可能是淡薄走进。所以米甸人无替囡仔行绑带，所以摩西后生也无行绑带，并且因对上帝律法嘛无遐尔侪。所以虽然摩西已经伫牛人的厝里住一段时间，但是伊竟然毋捌上帝的名，伊阁需要上帝来奉伊来做祖母拜孝。所以真有可能的是，当摩西伊要倒去埃及执行上帝的命令，这是非常大的代志，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摩西要诚做领袖，伊就爱对上帝律法非常清楚，但是伊要带伊的囡仔倒去埃及，伊的囡仔无行绑带。这种看出讲，虽然伊回应上帝，伫表面有行动，伊要转去，
是伊的内心对伊所领受的使命，毋是遐尔重视，所以上帝要杀伊。上帝要杀伊，有的人嘛讲是摩西着重病，严重到得要死，安尼讲法嘛是有可能，因为以前的人拢认为人的破病是因为上帝在处罚。但是我想无论是新款的讲法，互咱看出上帝喜爱的人的服侍态度，是咱爱清楚家己服侍目的是啥物，并且袂当用勉强、随便的态度去服侍，因为其实上帝无需要咱来服侍伊，只要愿意，上帝什么人拢会当需要。但是就是即时，这个摩西太太西波拉嘛，毋知影为虾米突然间有安尼一个想法，伊后生无惊到尾，就用一块奶石，马上挂囡仔的羊骨的皮，贴伫摩西的骹，骹是较斯文的讲法，其实是讲摩西的生殖器官、生殖器官，而且讲你是我配的丈夫。西波拉安尼做了后，上帝甲放摩西线，所以伫遮有特殊的意义，就是用伊后生的血来换摩西的性命。所以这段经文虽然真歹理解，我安尼讲了后，可能咱嘛无啥理解，伊上咱无法度测度上帝伫想啥物，我只会当尝试用遮会甲因甲因的讲法来甲咱来说明。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更较重要的提醒是，无论伫埃及做奴才以色列人，也是伫旷野阿伯拉罕的后的以色列人，因拢已经袂记得立约的重要。所以上帝借着安尼事件，重新甲摩西立约，因为伊是上帝要使用的奴仆。所以这嘛是对咱一种提醒，你甲上帝敢有立约？我讲的立约毋是洗礼尔尔。咱嘛无想讲，咱的家族、咱的家庭拢是基督徒，我就一定是立约的基督徒。因为你的阿公阿嬷、你的老爸老母所立的约，拢是因家己的约，立约是无法度来依传互你的。并且咱活伫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咱嘛毋是用割礼来甲上帝立约的。咱我靠是啥？咱我靠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伊血的退属，互咱每一个人会当针对上帝的百姓。但是咱袂当无重视安尼一个身份，咱袂当凊彩来面对安尼的身份，因为上帝毋是看咱来做偌久的礼拜，上帝嘛毋是看咱有抄偌侪圣经，有参加什么款的聚会，上帝看是啥？上帝看的是咱敢有尊伊做大。咱敢有勇敢领受伊伫咱信仰中间所藏落来答应的呼召？盼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勇敢面对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看毋是咱的无，上帝看是咱愿意的心。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借着这段摩西甲你立约的经文，搁一摆提醒我，主我愿意真心甲你立约，主我愿意立约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我知影面对阮生活是种种的呼召，伊呼召阮去听厝边，伊呼召阮去听对着，伊呼召阮去关心迄个人真讨厌的同事，伊呼召阮去关心迄个人无要关心的亲戚朋友。主，你呼召阮伫阮的工作业顶面会当成熟，你呼召阮会当成做有好影响力的基督徒。主啊，恳求你使用阮，互阮勇敢回应你的呼召。因为我知影，虽然阮无，但是你固有。阮就恳求你，互阮学习仰望你。因阮知，主，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学生，就是为着你要互阮甲你同工有机会来看见你奇妙的荣光。阮安尼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信仰。阿门。请连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文。请咱做伙来读预备。
候选人，但是需要经过分会在席会参会会员20名以上的人数，交予小会审查资格通过的列入候选人的名单，可印入选票顶悬。本会会员若有推荐奖励候选人，请伫今日将联署单交予无需验小会书记申请人长老，通予小会审查，搁伫选举前2礼拜公布名单。第4点，今仔日下晡1点半要伫教会2楼播放电影《沉默》，欢迎兄弟前来观赏。第5点，本教会定8月30日，要为着设到145周年纪念礼拜，迄日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想要认识信仰的，请向陈牧师报名，通安排洗礼课程。迄日礼拜结束后嘛，甲基督嘅精兵协会合办 In His Footsteps， 跟对伊的脚只行，宣告闯关活动内容认识上山教会历史、事工，甲着练练生活的体验，完成闯关者通得到精美的纪念品甲请示，请兄弟优步参加。第7点，为着避免资源的浪费，教会请送予会友的月历，采取登记制1户1份，并寄到9月27杂志。务区消息第1点，宣告组定今仔日下晡中午1点到2点，要举行下日的行学会返校日活动。奉献的部分后错误，请向中心进行。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我在先我伫遮来代表庆福厅因全家来向咱兄姊妹说多谢，今仔昨昏有关心参与伫因的妈妈婚礼节的个别礼拜，咱讲求主嘛继续安慰因带即个家庭。第二，咱有看到讲咱伫后礼拜，咱是联合礼拜，然后礼拜煞咱有一个闯关的活动。即摆咱的教会有制作一项真特别的安尼一个纪念品，所以希望讲咱会当家庭来做单位，也是小组来做单位，咱每个人会当一组来做安尼闯关的活动，然后就当得到即个非常特别的纪念品。规活动拢会伫12点半之前来结束，所以嘛有食物件所以咱嘛讲咱会当留落来，袂改点，咱全程拢有咱即个同工来甲咱引带，所以袂改点，咱嘛讲咱的长辈嘛会当留落来参加，会当来认捌，咱教会历史，也是认捌遮宣告的遮个代志，咱下伫12点半结束，所以袂拖着咱真济的时间，咱嘛讲咱都会当来参加。倒来，咱来看咱兄弟姊妹的消息，甲需要代祷的事项。咱来为着秀霞姐、赵秀霞姐来祈祷。咱知影伊是咱天主是教会上年长的一个姊妹，但是无想到讲伊伫前几日伊的脚只疼到非常厉害，伊就病院，到尾检查出伊的肝有肿瘤，嘛可能有扩散到其他的所在。所以医生嘛有讲有可能伊的时间嘛，拢有可能就是所以伊即马拢伫病院所以咱嘛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但是我去看伊的时，讲伊拢准备好势伊祈祷求上帝会当紧紧来接伊走所以咱嘛为即个家庭来祈祷，因为即个家庭中间只有秀妈这一个人是基督徒，伊的孙仔拢毋是基督徒，总是咱恳求主小事快乐，互因全家会当来。而且即段时间，互因会当有快乐。咱嘛为着你病院幸福听来祈祷，咱为着处理疗养的邓章如玉姐、水灵兄、桂玲姐、幸福兄、素梅姐、依丽、陈丽荣、丁肉、楚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丽姐、丽霞姐、龚丽姐、华秀姐、桂子姐、谢玲兄、富美姐、静雄兄、阿菊姐、阿秀姐、霍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把猴子来祈祷。咱们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后礼拜所要筹备安尼活动，咱嘛恳求主会当引带，
互咱开嘴为教会、为着兄弟、为着咱的国家、世界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个肢体。主，阮知影，中间一个肢体受苦，阮也做伙受苦。主，阮要为着失去亲人的幸福囝因全家来祈祷。虽然办理好妈妈或者个别礼拜，就是因伫后礼拜要送妈妈的姑姑去好买其他安葬，也恳求你保守，互因拢会当平安，也将这事办理好势。搁较重要是恳求你守护因对你来安慰甲信心。互因会当伫即段期间有上给你通寡好。阮也要为着因病伊的秀霞姐来祈祷。主伫无求治的时，伊发现有安尼的病，恳求主你来怜悯看顾，互伊会当身躯无过头的痛苦，帮助伊。主，阮也恳求主你看顾因厝内人，伊当袂离开你，总是透过阮的关心，互因会当得到快乐。主也要为着敬奉兄来祈祷，也恳求你保守。另外一个甲敬奉兄，伊面对长期的安尼一个病痛，所恳求主你就来因带因手术因快乐。到做兄弟伫厝里疗养的，主恳求你会当保守因，互因恢复健康，也帮助因厝内人有快乐。主，我也要将怀孕的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看顾因，互因甲因的婴仔拢会当平安。主恳求你保守因，到因亲善。主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阮伫后礼拜，阮要庆祝释教145周年，主就恳求你帮助，互阮所有的庆典都会当伫主你的名内面来举行，也帮助兄弟姊妹会当更较感谢上帝，互阮也愿意搁一摆献上阮家己。主恳求你也保守阮的教会未来，阮的遮事工，阮伫9月份也准备开始遮社会事工，也恳求你保守。特别阮知影，即时的遮疫情还未结束，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拢会当真顺利。无论教会内部的团体小组，也是别样去做事工，也是对外宣告的事工，恳求主你拢保守互阮，会当伫你的名内面，阮会当真平安来举行。恳求你来保守阮兄弟姊妹，伫新的一个礼拜，阮会当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且有一个特别提醒吼，因为咱看即个疫情应该是过一段时间才会结束，所以请咱会当注意咱的防疫的生活。而政府即马有规定，咱来到礼拜堂，咱拢爱挂口罩，然后咱伫来礼拜堂的时候，当天会替你量额温。有可能有当时啊，即马天气真热，虽然行来教会是迄个温度较悬，但是你著请你伫边仔坐一下吼，就家己倒转1分钟了后，大家会去帮你量额温。所以若是甲你一年第一届，你若37.5以上的吼，你会当来坐伫遐休困一下。请大家第二届过来帮你量额温。所以请咱大家会当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另外，咱即摆嘛学习吼，咱将咱的奉献，伫礼拜堂进前吼，就放伫咱的迄个奉献箱。这嘛是为着避免咱的迄个接触的传染吼，所以这段过渡期就是讲有技术长老替咱收，但是这是过渡期，像咱兄弟姊妹，就是咱会当学习吼，从礼拜堂之前，先将咱的奉献放伫奉献箱啊，多谢大家。这是来宾信息392首，信息392首，因之后请牧师祝祷。
圣人一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